品牌已經冇晒，所以我要離開係應該嘅。林青霞會唔會着？本來我想話廣州林青霞就會着。咁我哋希望今次通過 Esprit 翻嚟咧，就帶到一啲新嘅選擇。有冇聽過 Esprit 呢個牌子啊？冇，我唔知啊。Esprit 知，應該香港牌子。I don't remember the logo。先以永遠懷念興發街嗰間 Esprit。其實唔使懷念啦 ，Esprit 今次回歸京士頓街 Fashion Walk 啦。咁多品牌間間都縮鋪，點解 Esprit 會揀呢個時機翻香港？當年 Esprit 嘅毛巾又會唔會翻呢？我係今日嘅提問專員 Calvin，Let's go。Hello Herbert， 真可以請到嚟做個訪問啦。經營一個品牌同埋維持佢嘅素質咧，都係已經好困難噶啦。咁我知道 Esprit 咁最盛傳嘅時候咧，係全亞洲區連埋香港啦，關閉咗56間鋪咁樣去撤出成個香港市場嘅。係有啲咩驅使你翻嚟嘅？我諗翻嚟嘅原因咧，就係我自己一路做咗30幾年服裝啦，對時裝係好有感情嘅。發現咗而家香港係冇晒香港品牌嘅存在。機緣巧合啦，就識到 Esprit 嘅高層，咁我自己就無遂自薦，希望可以攞翻嚟繼續喺香港做，咁將呢個香港嘅第一品牌繼續延續落去咯。之前都叫做係一個年青人嘅指標啦 ，Esprit。咁而家啲年青人好中意新鮮感，咁你覺得年輕嘅一代會唔會埋單呢？即係如果你翻嚟，其實我自己做生意咁耐咧，都係保持住一個概念啦，客人去邊度我就去邊度。咁即係話，我哋個風格會根據一個大方向去調整，去迎合而家年青人嗰啲品味咯。咁頭先你講到啦，係韓式加法式嘅新元素啦。咁佢歸根究底，佢本身係源自美國噶嘛。咁你點樣平衡呢3個地方嘅嘢聚合埋一齊，迎合埋香港人嘅 market？呢幾年嚟講，大部分嘅美國牌子都係走緊下坡嘅。咁即係代表其實年輕人係唔接受呢個風格嘅。咁點樣為之法式？點樣為之韓式？係點樣定義呢？我諗而家大部分年青人啦，佢哋都會選擇去韓國旅行啦。咁而韓國嘅設計咧就着重個 cutting 嘅嚇，喺面料上面運用咧係冇法國咁好嘅。咁而我哋就將個客群去分成2類人啦，20歲到30歲一班年青人，佢哋比較着重 cutting 嘅。咁然後31到45歲呢班客人咧，去着重面料同細緻。咁呢個部分就係不約而同同法式嘅概念係一樣咯。所以我哋有 cutting 有面料，就係韓法嘅混合咯。近期唔知你有冇留意網上嗰啲圖啊？佢哋嘅衣着咧基本上都係一樣，一件 T 恤一條短褲，有時可能笠頂帽咁樣。睇完覺得點咧？我諗相片裏邊出現嘅都係00後啦。咁佢哋都係偏向 online 啊，或者選擇咁而佢哋冇乜得選擇啊，所以一般嚟講都會係可能買 U 記啊同埋 M 記嘅衫，咁所以襯出嚟就係咁樣咯。咁我哋希望今次通過 Esprit 翻嚟咧，等佢哋多啲選擇去襯得更加有型啲咯。咁有啲遊客可能嚟到香港都會穿搭一個港式嘅服裝。我自己覺得香港咧而家係冇港式嘅時裝。咁喺餐飲啊，一啲生活習慣上邊咧，嗰啲會清晰啲。但喺服裝裏邊咧，我哋揾唔到一個好特定嘅香港風嘅風格。調翻轉我問你啊 Calvin，你可唔可以噏一個香港好潮流嘅時裝品牌俾我聽？我平時留意開嗰啲真係唔知喎，我真係其實因為我都比較 hea 啲。你話以前80、90年代都有啲港式噶嘛，咁譬如即係有一段時間好興咩 MK look 咁樣，即係都叫係一個指標。Esprit 會唔會嚟緊又帶一啲新嘅方向、新嘅指標去俾人呢？其實呢個都係我今次做呢個 project 個理念啦。大家都睇到一路等緊個經濟好，22年等通關，通關後又唔好。咁其實好似對於自己香港品牌已經冇晒㗎啦。咁除咗一啲成衣嘅品牌啦，譬如話一啲遊客佢會去 Bake House 買個30蚊嘅蛋撻，去雪糕車買幾一杯雪糕，佢哋會嘥呢啲錢去做呢啲嘢。然而你睇翻香港就好似冇乜品牌去特登會嚟採購咯。咁所以我哋希望今次帶翻 Esprit 翻嚟，呢樣嘢係可以代表到香港。正如我哋小紅書上邊好多內地嘅觀眾咧，都會話因為我哋呢度會翻嚟睇嘅，咁我哋都好開心嘅團隊，即係如果香港多啲客翻嚟，揾翻咩叫香港 style 咯。咁以前個裝修包裝無論音樂
個環境都係非常之完美同埋潮流噶嘛。咁今次個裝修上咁樣去做啊？因為我哋裏邊有一間咖啡店啊，咁我都希望啲歌係可以俾啲年青人輕輕咁摁下咁飲咖啡咯嚇。喺疫情之後呢，其實好大部分香港人都想去購物嘅，但佢揾唔到一個落腳點。咁所以今次我哋毅然就揾咗一個4000幾尺鋪頭。咁我諗喺銅鑼灣會係幾震撼啦嚇。裏邊有一棵6.5米高嘅樹，500幾磅，而倒吊喺個天花板上邊嘅。咁所以啲客戶入到嚟呢，其實嗰個視覺衝擊係好大嘅。我就知道啦，咁原本佢係一個直營嘅銷售咁樣個模式去做，咁而家咧就變轉型輕資產啊嗰啲模式去做啦。咁呢樣嘢你又點樣去維係佢個質素呢？咁而家大家都做緊一樣叫做慢閃店，就係用一啲鋪大約租1年或者2年，咁用現有嘅鋪加上一啲可以搬動嘅裝修嘅裝置啦、啲家具啦，咁而裏邊嘅家私70%都係移動嘅，同埋有不同嘅鋪嘅新鮮感俾到啲客咯。咁我知 2% 都係你創造出嚟個品牌啦。之前好多間分店，即係300幾間，但係跟住就冇做啦，因為喺咁個環境其實唔容易噶嘛。覺得呢個行業有咩驅使你而家係好似調翻轉嚟睇咧？我諗因為 2% 我哋離開咧，主要係當時嘅同私募基金嗰個觀念唔同啦。第一個就係 online versus offline。咁我自己個人就喺嗰個年代咧，我係唔係好深信電商去買衣服嘅。俾觀眾可以睇到個實體，摸到個質地，即刻試啱唔啱，即刻買，其實都係一個優勢嚟嘅。因為你摸唔到件衫，着唔到件衫，我係覺得唔成功嘅。咁不過而家證明咗係錯㗎啦。及後我見到即係淘寶、天貓至今日拼多多做得咁成功，咁即係話其實都幾心灰意冷啊嘛。咁啊，第二樣就係喺11年嗰個期間咧，韓風嘅興起。咁我自己本身係中意日系嘅。咁韓風喺嗰個年代嚟講咧，佢嘅做工各方面係比較粗糙嘅，佢係賣 cutting 嘅。咁呢個都係我自己覺得唔中意嘅地方啦。咁當然喺現代嘅韓風每一方面佢已經做得好成功㗎啦，喺每個媒體上邊。咁最後就係喺當其時咧，由於所有私募基金咧都想有一個好快速嘅膨脹，咁我自己覺得個基本功未做得好咯，所以當其時個意見係有嘅，即係想做好咗香港呢個 market 先至去其他地方。冇錯。頭先都講到啦，其實 Herbert 你以前係唔好相信呢個 online 嘅 platform 噶嘛，咁但係而家新嘅 Esprit 嘅方向咧，你係會有呢一樣嘢去做緊，咁係點解會咁做啊？我諗呢幾年香港人對於 online 都非常之成熟㗎啦。我睇到一個簡單嘅 IG 嘅 platform， 一個女仔佢哋嘅訂單可以係5000對鞋，而啲單量持續都係增加緊嘅。咁即係代表咗其實同我以前90年代嘅模式而家係絕對改變咗咯。時裝嚟講，原來 online 可以做得咁好嘅，咁我哋呢啲以前好 believe in offline 嘅生意嘅人就係覺得係冇得做嘅嚇。其實我哋今次個計劃裏邊咧，喺11月1號我哋嘅旗艦店開啦。咁與此同時，當日我哋嘅 online platform 都係同一日啟動，有大約15% 嘅貨係叫做 online exclusive 嘅，即係話譬如我哋會出一啲叫做銅鑼灣京士頓街嘅期間限定。咁呢啲限定咧，淨係 online 上邊有嘅，而 offline 係冇嘅嚇。哦，限時搶購嘅呢啲。係啊，同埋個數量好少嘅，全部都係喺20個 pieces 嘅啫嚇，即係得20件嘅啫全部。其實我哋今次攞嘅經營權咧係淨係香港嘅，所以你會見到所有 Esprit 咧，我哋後邊都會加咗個字香港嚇。咁我哋個產品同出邊係完全唔一樣，你見到嘅嘢睇到就係。咁我哋好 sell 今次就係 Esprit 香港。咁當然啦，將來有 Esprit 台灣、Esprit 韓國。咁即係話你喺美國見到嘅 Esprit 同我哋香港係絕對唔一樣嘅，所有嘅款都係香港限定。譬如話我哋好得意嘅，我哋有啲帽啦，係叫做銅鑼灣版，即係話嗰頂帽印咗銅鑼灣，即係銅鑼灣限定。就係一啲你嘅觀眾咁啊留言，佢話連 H&M 喺香港都收皮狀態啊，咁得返3-4間啊，咁樣咁 Esprit 點解會回歸重開？咁佢收咗3-4間啊嘛，我都係開3-4間啫，咁咪對等咯，對沖翻。講笑啫。不過我諗 H&M 嘅離開就係佢個品牌嘅產品力係做唔到香港觀眾嘅要求咯，所以我去離開係應該嘅嚇。咁但係我哋係針對呢啲漏洞
去再做得更加好，所以我哋對非常有信心呢啲。跟住下一條咧就問你，當年10蚊成本嘅嘢加咗 Esprit 上去就值咗500-600蚊，而家啲人仲會唔會埋單咧？你覺得？呢個係當年咯。今時今日咧，我哋個產品咧，定係單單面料，我哋都用60蚊一碼嘅面料。我諗我哋嘅產品力，到時大家觀眾去睇下咯，就絕對唔會話10蚊呢樣嘢咯。試下就知啦，試下就知試下知咩料啊！好，跟住下一條咧就話，我淨係記得佢嘅毛巾喎。公司聖誕交換禮物嘅時候咧，實有人會買1-2條嘅。咁今次嘅毛巾有冇㗎？其實我哋都跟住信眾要求㗎啦。我睇咗啲 comment 就話有好多 tote bag 啊。有好多牛仔短裙啊，咁所以啲產品我哋都有做嘅。但係毛巾咧，點解我唔做呢？毛巾個數量要係好大量嘅。當我哋個團隊覺得未做到最好嘅階段，我哋唔適宜攞出嚟住咯。好，最尾一條，咁佢又問林青霞會唔會着喎？林青霞會唔會着？林青霞會唔會着我就唔知，應該佢自己會着嘅，我諗。唔使問都已經會着啦，係嘛？但係我知好多 artist 已經問我哋攞緊衫啦，咁應該好多人會着住咯。咁 Herbert 啊，嚟到呢度我梗係唔會放過你啦。嗱，今季有啲咩新款，可唔可以幫我襯一套先？梗係冇問題啦，行啦，係嘛？好嚟。其實今年就好興啡色嘅，先揾件啡色嘅外套俾你啦。不如就呢一件啦。下身呢，我諗我會揀一啲今年好興闊嘅褲，就帶點西褲嘅款啦。咁裏邊你咁後生就爆啲咯。就俾件綠色嘅 T 恤嚟啊！我覺得呢個配搭一個偏紅通嘅灰撞一件綠色，我覺得幾得意嘅呢種配搭。OK， 請到 model 未啊？唔使啦，就揾你啦。考慮下。OK， 我而家試衫先。好。哇 Herbert， 我完全都冇俾個 size 你，但係呢啲衫全部都 fit 晒喎。喂，真心講好得喎。除咗呢套，我有冇啲第二個 style 咧可以轉下？不如我哋去再揀啦，好冇？好啊。你自己嚟好啲喎嚇。自己嚟啊，乜都揀得喎。乜都揀得。OK。呢套係深色少少，你揀套淺色啲睇下咩樣啊？淺色就呢條褲咯。我平時中意做運動，呢啲有啲彈性，鬆身啲，係咯，洗水。非常好啊嚇！咁啊，如果有啲有帽嘅衫，我諗會得意少少。係咯。有冇呢件啦 ？Sporty 嚇，幾好喎，成套。睇下合唔合格先嗱。聽日可以攞工作證嚇，得唔得？有工作證啊，已經有工作證㗎啦。攞俾我啦，好。咁我去試衫㗎啦。OK。完全 fit 晒又係呢套咧，運動得嚟又可以帶點潮流。好啊，真心講好好嚇，係咯。正，冇得輸。今次回歸嘅 Esprit 同你記憶中嗰間有咩唔同？今季嘅新款又有冇邊款最啱心水？下一季又希望係邊啲經典嘅單品翻嚟？去京士頓街行一轉，留言話俾 Herbert 知啦。